子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将它放到神的手里。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开口来敬拜神。就已经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无论高山或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成为那100只羊中那一只迷路的羊时，你仍愿意来寻找我们，将我们带回你的身边。神，你如此深爱着我们又有什么借口要逃离神呢？又有什么借口不爱神呢？主啊，我们愿顺服于你，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信心动摇的时候向主信靠，更是在每一个时刻都单单的仰望你。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
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是的，主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愿意谦卑顺服，在还不相信的时候选择相信，是信心。而在罗马书4章20到21节中说到，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让我们继续开口，接下来用这首歌来敬拜，来向神宣告：我们愿为你去，不论呼召我们到何处，无论遭遇何事，我们都要依靠神来敬拜你。温柔的森林，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主慈爱的真理，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照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都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主，我们无论遇到何事，你都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主，你是认识我们，从母胎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你也在不论我们是行走或是躺卧，你都知道我们。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疫情的世代，你还是保护看顾，你没有离弃。谢谢主。每一次我们在敬拜当中，不论我们的敬拜是怎样，让我们真的是全心来归向你，渴慕你，渴慕你的荣耀，渴慕你的同在，渴慕就是看顾我们的。谢谢主。无论是在这个地方，或是在家里在线上收看的弟兄姐妹，你的全能是超越时空的，所以让我们感受到，不管是在这里、在家里、在哪里，都知道你无所不在，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开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依靠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太丰富了，咱的上帝是足丰富的哦。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我们透过这本书不断的上次我们听过看过，但是我们有一些的经文我们是没有看过的哦。所以我们要从不同样的角度，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来启示他自己，在希伯来文是 El Shaddai， 意思就是全能的神，或者是全能的上帝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他会和他的子孙立下永恒的约。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上帝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几岁了？他99岁了，然后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了，就是没有从他自己出的这样的从他太太撒拉来的哦，还没有嘞。那99岁还能生吗？在我们看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位神向亚伯拉罕启示或立约的时候，表示说什么从无到有，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他是使无变有的上帝啊。那到摩西的时候，这些犹太的长老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这个 El Shaddai 是当作上帝的名字来称呼哦，所以表示说我们对这位神，你向他祷告祈求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样全能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他不能够做的，所以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哦，一起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哇！所以我们看到极其繁多后裔的，连一个都还没有，对不对？从他自己出的还没有，但是上帝却怎样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来赞美他哦，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赞美他。这位上帝是怎么样守约施慈爱，他说到做到。所以你可以赞美他，主啊，你与我们立约，你就说到做到。第二个，他是我们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你知道那种没有后世的那种内在的伤心或者是绝望，那神就透过这样的应许，要赐福给他所爱的人。当然，另外从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代，好不好？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赞美这位神哦，赞美这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赞美他，来宣告他哦。神也要透过我们，让信心的后代不断的增加。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我们要呼求你，呼求这位使无变有的，使那个死亡能够再次复活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能够做的。你会使死人复活，使干枯的河水能够再次成为涌泉。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是守约施慈爱，你我们立约就是为说到做到。主啊，你也是我们在这样困境的避难所，你要给这些你所爱的人，让他们有盼望、有未来、有应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使我们有盼望；因着你的慈爱，说我们能够看到永恒，看到未来。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经历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说到做到，主啊，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亚伯拉罕，主啊，他一生，主啊，你怎么样带领他们？从我们今天来看，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而且你是全能的，主啊，不管这个历史几千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主啊，到如今，从旧约到耶稣到今天，2021年这10月。主啊，就是今天，我们仍然看见主，你是全能者。谢谢你，总是在那个一代跟一代之间，我们有许多的我们人难以忍受的那个苦难。主，你没有撇弃我们。主，人们以为在那苦难中，主你安静默然。主啊，你不理会我们。主不是，乃是主你默默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一直都在。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因为主你是守约的。主啊，你就是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啊，你全知全在。主，更重要的是主你全能，你能够把使无变有。当然，主啊，你也能够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那些罪，主啊，因着你信实，我们认我们的罪，主你就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不义。主啊，我们身上有了那一些不好的细胞，我们身上有那些对我们身体不是均衡的东西，甚至是所谓的异常变化的癌细胞。主啊，你只要说到，绝对有可以使这些有的变成没有，因为主你是能转变人生命的主。主啊，在你哪有难成的事？只要主你是愿意，我们求的是在主你的合神心意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总是全能的，你知道怎么样是对我们好。我们是像小孩一样，有时候我们求，甚至有时候我们忘求，甚至我们求的那些根本是对我们不好的。但是主，你是守约施慈爱，主你是全能的，你就是有办法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要我们在那万事互相效力下，要叫我们是你所爱的，可以得着益处。谢谢你爱我们爱到这样子，因为主你不怕我们误会你。主啊，因为你的爱带来丰盛，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使我们有那复活的盼望，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们的旧有，主啊，我们要跟你同死同定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要跟你一起同复活，
谢谢主，因为你是万能，你是全能，主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我们要向上帝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感恩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平常，不知道要感恩什么。那在一个小组，他们在分享的时候，那个小组长就分享你知道吗？可以尿尿就是要感恩呢，因为他的射物线出了问题，所以他很痛苦。但是当他能够很顺畅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感谢主了。他就是很这样分享所以你如果有经历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这个也要感恩，可以呼吸也要感恩，可以从嘴巴吃进去，要不要感恩？要。我们还有弟兄姐妹现在正在要用鼻胃管要灌，我们陈牧师也要用鼻胃管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所以我们感恩，也承认我们有一些的软弱的时候、亏欠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说，这位神，我们刚才已经谈过 El Shaddai， 他是翻译成全能的神，但是我比较不想用全能的神，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异端就是用全能神的教会那我们也可以说全能的上帝。那这个神，这位上帝就好像坚固的山，所以他说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避难所等等那其实古代有一些的近东文化里面的一些神，其实都跟这些的山是有关系的。所以早期的翻译者也对这样一个字联想，跟这个神来联想就好像他很坚固、很强壮，然后永不改变。所以 El Shaddai 启示我们，上帝不只是创造，他也维持整个这样的宇宙的运行。其实他也强调，透过刚才的经文，再告诉我们，这个人公上他与你立约就是坚固的。以前他们立约的时候，会把好像一只牛把它剖开，剖开完之后呢，要立约的人从这个血中走过去。如果谁违约、毁约，就像那只牛一样，那只牲畜一样，就是要被怎样剖开这样那当然最后是谁失约，都是人所以在 El Shaddai 这个词，在约伯记它出现了大概30次，那在其他圣经的经文里面出现了17次。在新约希腊文这个字我比较不会念所以翻译成什么全能的全能的。好，那我们再次来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次来宣告了。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当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讥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在我们灵里面，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的怀疑可能吗？是这样吗？开玩笑吧，阿伯生囝真拼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要第一个感谢神，就是说他与我们立约，立下永恒的约，他的约是他不毁约的那上帝的庇护与你同在，并不断的赐福给你。那我们要认罪，就是说可能我们对神有一些的怀疑在这件事情觉得不可能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们夫妇那对于神要帮助你的能力跟心意，你是不是有一些怀疑？因为你转移你的焦点，看到这些的困境环境
第二个，我们要为着什么？任何使你不能够全然的倚靠这位全能的上帝，这样的一个怀疑性哦。雅各书说，你心里不要疑惑，因为疑惑你就不想你就不用想说要从上帝得着什么。所以发现这样的习惯忧虑我们为这样来认罪。那第三个呢，我们要为着任何以为神会遗弃你的想法错误来认罪了那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圣经，就是这样，上帝的话也都带有很多的应许。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感谢神他的爱守约施慈爱那我们另外就是认罪，我们有一些可能会使神的应许被拦阻的这一些的疑惑，这一些的忧虑，这一些的劳苦我们献上我们的悔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定义要与我们立约。主啊，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还是要与我们立约。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你还是要与我们立约。你要成为我们的庇护者。主，我们感谢你，你要不断的持守你的约定，要赐福给敬畏你的人。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感恩赞美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灵里面的这一些的怀疑，这一些的不信，这一些的软弱，这些可能因为忧虑拦阻了上帝你要给我们的应许，你要给我们的恩典，你要施下的慈爱。主啊，我们真的要为了这样来悔改认罪，疑惑使我们不能够从你得着什么。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让我们全然的信靠全能的上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神，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竟然能够领受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而且你不是只有在圣经上向我们说话。主，你在每一天我们有气息的时候，我们有思想的时候，我们有灵魂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说话。所以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但主，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的话语说，你赦免我们，如同我们已经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我们很多时候是向你求赦免，但我们的心里没有赦免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释放别人，甚至我们没有释放我们自己。我们用很多的想法、话语，甚至很律法主义，想要框架自己、框架别人。主，但谢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话语来解套。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引领，不只是让我们经历不可能成为可能，主，你更是让我们从可能转向能够产出效能，叫我们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白日梦，活在自以为，活在别人伤害我的想法当中，而是主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即使这个速度不快，即使这些脚步迈得好像没有人开，没有别的人还要那么开那么大步，主你仍然接住我们。谢谢你不小看我们，不论我们今天是几岁，不论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世代产生什么样的恐惧，主啊，你一一的都为我们来解套，用你的话语扶持我们。主，我们也要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每次感恩，我们就感觉到我们需要认罪，
当我们每一次认罪，我们又再一次觉得我们要起来感恩，感恩这位神你接住我们，感恩这位神你带领我们，感恩这位神你不撇弃我们，你教导我们当行的路，使我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同心为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如果上帝是良善却软弱，是美好却没有能力，那会是一位怎样的神？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依靠他，他也许想助我们，却无能为力。这是很多的人所敬拜的偶像，他们没有办法给人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神虽然有好意，但是否显得有点可怜？就好像我们知道大家乐或者是这些六合彩等等，在风行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办法应许这一些签这些大家的人中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被丢弃，然后砍头砍脚，被遗弃我们还会俯伏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吗？那就如上帝用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上帝之名，向这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显现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怎样俯伏？我们会向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神俯伏吗？当然不，但是我们可以向什么？这位全能的神来俯伏，来敬拜，来领受他的全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要把我们安置在隐秘处，安置在高处的地方。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了我们的国家，在面对危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面对内忧外患，或者是看不见的这些的病菌，我们真的是要为了我们国家来守望，为在上掌权者来守望。我们刚过了国庆，对不对？我们看到总统有一些的国庆的文告，我们就看到对岸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们恳求神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危急的时候，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美国这些列国，其实他们都有限，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了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总统、文武百官，知道敬畏这位上帝来祷告那我们要为着疫情来向上帝来感恩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疫苗一直进来，我们看到今天又怎样，又加领感谢主那虽然有境外的，但是我们看到真的上帝很保守我们台湾所以在内政、外交还有疫苗、物资、医疗，神真的是让我们在缺乏当中供应那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的平安来代替人心中的恐惧，特别为执政掌权有智慧来面对整个疫情，然后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为了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真的我们看到今天台北市光打个疫苗，你看哇排好长刚才有个台北的姐妹打来说，哇排了2个小时才打到这样那我们看到真的神怜悯我们那让这些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在哪个县市，他们有智慧在应对，还有就是有好的策略那我们也看到最近我们推了5倍券今天我们也看到大概我们的经济成长大概
5点多5.9还5点多，渴望在5倍券渴望出口再提升我们到6以上但是我们实在要看到基层，看到这些商家真的不受这一些疫情的冲击，我们特别为这一些的商店来祝福来祷告。我们也站在这样的一个破口当中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祷告。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我们国家来祷告，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在我们国家面对内政的冲击、外交，特别是中国的这些的挑战、这些的威吓，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怜悯我们的国家，让主你的平安代替我们所面对的恐惧。主啊，在执政的、掌权的，让他们有智慧，能够面对疫情，面对中国的威吓，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主，我们也为着这一些所有的医疗，面对疫情资源、疫苗等等，我们跟着感谢主的同在，感谢主的能力，因为这个也带来给我们在经济上的一些的冲击。主，我们恳求你怜悯这世代，怜悯我们的国家，让执政跟在野的能够同心合意，而不是在那边对立，彼此谩骂。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不管是执政掌权的，我们都恳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同心的灵，我们才能够在团结之中对抗对岸的威吓。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哈利路亚。至圣的爸，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主，我为着我的国家来祈祷。主啊，希望我的国家小小的土地，总是你无放杀我。主啊，你是世界的光，你是全地的主。希望我面对这最这挑战。最国家面对最这苦难，甚至受到这强权威胁，主啊，总是你赏赐平安在阮的中间。主，当阮也要恳求你，帮助阮所有政府的官员对总统下面每一位中官，主，你互因有充满有智慧。你互因照公义来治理，因为阮知公义甲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特别上帝，阮也恳求你，赏赐最幕僚的人员是基督徒，伫这个官员的中间，互因真正会通用到耶稣基督的听来治理阮的国家。主，阮确信你要成做阮台湾的主。成做阮台湾的愿望。阿门。主啊，你甲阮讲，阮若求什么的，你就要甲阮，你是要赏赐互阮，拍门就要甲阮开。但阮真正搁一遍，要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你的身上。无论阮拄着任何的患难，你要成做阮每一个百姓的帮衬，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倚靠。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主啊，阮恳求你帮衬。医治阮台湾这个土地，阮也承认这个土地内面要有最需要来改善，需要来改变。阮也看见最在无同款的政党底下，最好亲像这怨言怨仇的发生。主啊，求你的怜悯，你的听，临到伫阮的中间，或者个拢真多阮互相的帮衬。真做阮互相的赦免，主啊，你的保护来洗清去阮这个土地，恳求你来兴起阮的教会，
真做阮福音讲团，互人的心来悔改的主。愿你兴起阮迦南教会，可以在桃园这个地方来兴起发光，让我们的教会不再继续的这样子受到许许多多的挑战，甚至于来荒凉下去。我们不再软弱，主啊，让教会得着有圣灵的能力，使福音遍传在台湾这个全地的上面，让人人都能够来认识上帝。主啊，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每个人来认识上帝的时候，就要得到平安。你的福气也要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我们谦卑的人必要承受你赏赐给我们的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享乐。主啊，我们再一次恭敬将我们的台湾国家摆列在你的面前，愿你真做阮的救主，真做阮的帮衬，真做阮永远要徛起的所在。愿同心伫你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要为了教会，为了咱的教会还有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来祝福。上帝来带领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乌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那也让我想到说，我小时候其实是在高雄县，那时候高雄县内门乡我家的斜对面就是庙宇。小时候我就是在那边成长，没有一个基督徒啊，但是感谢上帝把我们带离那个充满偶像敬拜的乡镇乡下，今天我才能够站在这里能够来服侍上帝。那所以我们因着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缘故，我们成为信心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神是怎样大有能力，也是能够应许，让他的应许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神。虽然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对他生命当中很独特的应许，但是我相信他因信，然后这样的一个后裔后代能够享受在上帝永远的约里面，我们也享受到了那感谢上帝，也透过你，神也要施恩赐福，也要让他对你的应许代代相传。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很喜欢这一段话是不是你所接触的人可以因你得福？我们能够得着福气，是因从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传承。因着你的相信得着这样的福气，弟兄姐妹，神也要使用你，所以我们可以宣告说什么？神，我也要成为你施恩的管道，让人因我得福，因你认识到这位赐福的上帝。所以论福上帝说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就在他还没有的时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的疫情面对这样疫情降级，我们确实有一些的困境，一些的年轻人需要被兴起来，一些30、50岁的要被兴起来。我们求神来怜悯，也面对这样的世代有时候疫情的需要，我们如何去应变，用诸般的智慧，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着再来我们选举之后，我们安排2022年的这些同工组织计划预算的编列，
我们也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整个肢体互相的代祷弟兄姐妹有的这几天打第2剂牧师昨天也打高端第2剂感谢主都还很好，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一次也没有什么太饥饿的感觉那可以让我们身心灵健壮。那祝福我们特别年长者，他们有要住那个莫德纳我们为他们来祝福听说第2剂的莫德纳好像被火车撞到这样但是我们为他们祝福让火车就闪过不要有那种副作用那我们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婚姻、亲子的关系、孩子领受上帝给的智慧，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在学习上面能够领受。那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工作上都有好的效能。年轻人最近毕业他们的方向，他们前面的道路，愿上帝来赐福。我们透过牧养牧区，透过社区，我们恳求神让这些慕道的可以进到教会。我们恳求神来医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心灵受创、肉体受苦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我们的陈道琼牧师他感谢主也转普通病房，但是还是需要神，我们恳求上帝的全然的医治让以后的复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恢复，让这奇妙的神全能上帝在他的身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彰显他全能的这样的一个医治。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你使用你的教会，你使用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有限，求你启示你属天的智慧、能力、权柄，在你的教会赐下你的同心和意象当中，帮助我们牧者团队、长子团队的弟兄姐妹，主啊，赐下那火热的灵，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看见这社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主啊，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怜悯的心肠，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主啊，你知道你教会的有限跟软弱，主，我们需要你拣选更多合神心意、充满热情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在面对这样疫情，总需要有王福利。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彼此代祷当中，在RPG的代祷当中，经历到你的医治、你的同在、你的赐福。主啊，我们也为着年轻人，为着我们每个家庭的关系、前面的道路，我们向你来祈求。主啊，你是指引者，你是安慰者，你是医治者，你是供应者，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缺乏当中，主啊，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供应，你在经济上的供应，你在灵性上的供应。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这些身心灵受创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祝福，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同在，心灵受安慰，肉体得医治。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全能的赐福在他们的身上。谢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能够让我们的疫情得以趋缓，让我们各小组都能够恢复聚会。求主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不管在教会
或者社区，都能够为主成为见证，完成你嘱咐的使命，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管从你的福音。也求主保守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能够赐予智慧与能力，安排明年的各项事工和编排预算都能够更彰显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能够医治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无论是接种疫苗后的副作用，或者是身体有损伤，或者心灵需要医治。主啊，求你的医治的大能都能够看顾着我们，保守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面对各种危害的时候都能够不惧怕，让我们都心里得以平安，有你的医治，有你的安慰。也求主能够看顾我们的家庭生活，不管是夫妻的相处，和长辈的沟通，还有孩子的沟通，都有你的灵陪伴着我们，在我们的聊天的谈话当中都能够将心敞开，让我们不管在工作上或者是孩子的课业上都能够有效率而且完善的完成。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青年在职场上都能够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发光发热，成为职场上的见证，来彰显荣耀神。也求主能够看顾近期的社区事工、鼓舞以及鼓舞成长班，能够让学员以及家长能够借着活动中能够认识主，使他们在心中的福音种子能够发芽。父啊，孩子将我们的诚心祷告，将我们的祷告摆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要宣告上帝的应许，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要相信这位全能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宣告他的应许将临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我们倚靠神的，要成为有福的人，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欢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相聚，爱的敬拜，愿耶稣的爱充满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宣告，更深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
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怎样按照你的心意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向你欢呼，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所倚靠的，所以我们敬畏你的人变为有福。谢谢主，谢谢我们主上帝阿爸天父，这是你的应许。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就成为有福的人，让这样的有福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蒙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上帝的同在赐你平安。我们的祷告会到这边，请坐。